來看南投縣政府佇頂個月佇國小來辦銀唱台語詩詞的比賽，民間國小嘛已經連續2檔攏摕到冠軍咯。老師是講用台語來學漢詩，會較簡單來理解詩的意思。風雲音數為君開。台語課的時，學生開喙大聲讀漢詩，老師希望透過讀漢詩，教囡仔來傳承台語，提升文學修養，嘛希望會當推廣吟唱藝術。舍南舍北皆春水，但見尋鷗日日來。舍南舍北皆春水，但見君鷗日日來。台語詩較好學，因為台語詩念起來較順，較好聽。平常時啊有咧背，所以就較有感覺。為着要鼓勵學生啊講台語，南投縣5月中有針對國小學生舉辦用台語吟唱古典詩詞的比賽，決賽攏總有22隊參加。民間國小連續2檔摕到冠軍。校方表示，民間國小平常時就會要求學生啊背古典詩詞，華語已經背啊真熟啊。老師嘛希望學生啊會當對台語去理解古詩的意境。文言音、白話音真較困難，因為因平常時講攏講白話音嘛。較無咧講文言音，其實我嘛有甲因講，你若較常看布袋戲，有一寡文言音，迄講了足水的。老師表示，台語特別的就是有文言音和白話音，學生一般對文言音較無熟。對啊，漢詩伊嘛鼓勵學生看布袋戲學台語的文言音，感受古典詩詞的藝術表現，互語言和文化會當產生連結。記者吳秀南投報道。